来看巴西总统恐惊是真无民主哦，因为因的法官对总统来下令，讲总统伫公开的场合一定爱挂喙罨。这实在是巴西疫情伤过严重咯，确诊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10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51000人。疫情拢已经遮尔啊严重咯，但是这巴西总统也是无咧信道，伫咧公开的场合也是拢无挂喙罨，甚至不时都咧挑战着地方政府防疫的措施。结果有一个联邦的法官看袂做理咯，下令这个巴西总统伫咧公开的场合一定都爱挂喙罨，也若无就要甲罚钱。在特勤人员的包围下，巴西总统波索纳罗行向伊坐车，果不是甲支持者下手。虽然讲当地新冠病毒疫情真严重，不过波索纳罗甲边的人拢无挂喙罨，要将新冠病毒比喻做小感冒的伊，即马踢到铁板案。因为有一个联邦法官伫当地时间23下令，波索纳罗伫公开场合爱挂喙罨，也若无一天要罚2000块的巴西钱，差不多是万几块的台票。最近变成新冠病毒疫情，全世界重灾区的巴西确诊甲死亡病例数，伫慢慢解封后一直增加。依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巴西目前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101万人，总共有51000多人死亡，敢若卡输美国，这是全世界疫情第2严重的国家。因为波索纳罗一直反对并且批评各州为了防止疫情实施的封锁措施，并且是带头违反规定。Eins ist wirklich wichtig, wir müssen weiterhin achtsam sein. Das Virus ist ja noch in unserem Land und wenn wir ihm die Chance geben, sich auszubreiten, dann nimmt es sich diese Chance. Das sieht man an den derzeitigen Ausbruchgeschehen. 那4月份慢慢解封的德国，因为北威邦居特斯洛县一间肉类加工厂近年发生大规模的感染，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当地政府已经决定重新甲封锁起来，有36万人住在居特斯洛，封到6月底。